大家好啊，我係 AM 啊。上一集 Part One 咧就講咗點樣面試換領內地駕駛證，咁今集 Part Two 咧就會分享翻我喺內地考獲 D 牌駕駛證嘅經驗啦。嚟幫頻道推廣先，我呢個頻道咧會周不時分享一啲我自身探索同經歷完嘅體驗分享。未訂閱本頻道嘅你，歡迎訂閱支持一下。事不宜遲，正式進入本片主要內容。嗱，好老實咁講，我點解要考電單車牌呢？其實都係純粹想體驗一下，順便考到嗰陣時，你叫有個證揸手，萬一遲下有機會用得着都話唔埋嘅心態啦。畢竟我自己呢，又未真係到超級想買架電單車嘅程度，而且香港養車嘅成本都唔係平。咁點解我會選擇喺內地考呢？其實主要原因就係平。以整體使費嚟講呢，相對香港閒閒地都5000蚊港幣起跳，已經係最理想嘅狀態。但係內地呢，頂籠都係1500蚊人仔左右。咁有一說一啦，香港同內地考電單車其實係有啲唔同嘅。香港考路試即係丙部，必須要喺真實而且開放嘅路上進行，即係要同馬路上其他現行嘅車輛一齊駕駛。同時咧，又要防範有人突然間衝出馬路嘅情況，要有極高嘅道路安全意識同反應，盲點檢查嘅扭頭望嘅習慣，以及應對複雜交通嘅能力。換句話講，其實考試中咧就夾雜咗少少運氣成分，有啲運氣差咧，真係一個唔留神出現突發情況就直接肥佬。而內地嘅實操考試咧，即係科目2同3，主要咧係喺封閉嘅考場裏邊進行啦，完全唔需要面對真實複雜嘅車流同突發情況。考前操熟之後咧，成功通過考試咧，相對香港嚟講係容易好多嘅。首先我想講講，如果喺內地考電單車咧，記得要考 D 牌，因為佢係權限最高嘅。考獲之後咧，係可以駕駛3輪、2輪同埋輕便電單車。咁當然佢考試嗰陣時咧，都係要開3輪電單車去考嘅。而 E 牌咧，僅限2輪同埋輕便電單車，而且佢哋實操考試嘅內容咧，都係考同樣嘅嘢。但 E 牌嘅權限咧，唔係最高之餘，考試裏邊咧，仲要考埋你平衡力，仲要無端端增加咗自己考試嘅難度，感覺上咧真係有啲吃力不討好。咁而家開始講講我自己喺內地考 D 牌嘅全流程啦。首先咧，我就喺網上揾間駕校問問價啦。而家抖音、小紅書咧，真係一手一大把。因為今次咧，我係考 D 牌，即係3輪電單車。一般香港咧係冇乜人揸3輪嘅，你想借到一部偷偷地練都難，除非你好犀利，無師自通。咁你真係可以只係交體檢回執同埋報名費，大約300蚊人仔左右就可以搞掂。咁我自己最終咧就揾咗間駕校練車嘅。當時咧佢有2個 plan 俾我揀嘅，一個係899喺深圳考，另一個咧就係999喺河源考。咁兩者有咩分別呢？深圳考呢，佢預成個考期呢，最快都要1個月；而喺河源考呢，咁佢最快呢就可以3日拎到證，咁就包2次接送服務嘅。我最後呢就揀咗深圳班嘅。咁喺微信度聯絡啦，之後俾錢佢出翻份服務合同俾你，睇落有啲專業，但又有啲兒戲咁啦。但無論點都好，最終呢，我練車練咗3堂。就去考科目2同科目3，都係一 tick pass 嘅。咁搞掂咗好駕校練車嘅問題呢，就到要報名嘅步驟。首先呢，要做嘅就係微信度搜翻深圳交警個公眾號啦，揀翻車駕管業務預約，之後揀翻駕駛證嗰類，然後會見到摩托車初學真駕呢個選項，之後撳入去跟翻個步驟進行預約。咁約好咗當日呢，都係要提早少少去到車管所度做體檢同埋影相嘅。之後就拎號等叫號啦，跟住交齊文件、報名費，之後就可以登錄翻交管12123度開始預約翻科目1個考期。咁都好簡單咁講講科目1、2、3、4究竟分別係考啲乜？首先科目1同4呢係考理論嘅，主要係喺考前呢靠自己喺度刷題練習。我自己咧就用駕考寶典嗰個 app 去刷題，當然啦，有機會考試當中咧會出現1到2題 app 度冇嘅新題目，只要考前複習夠，即使答錯咗都唔大影響嘅。而科目2同3咧係考實操嘅，後面咧會講講報咗駕校練車嘅安排，去應付科目2同3。
首先呢，第一考呢一定要成功過咗科目一嘅理論考，即係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。考試時呢係以電腦答題嘅，佢一共會有50題，主要係單選同判斷。咁每題係2分，滿分係100分，90分合格。咁如果錯多過5題呢，就會肥佬。如果順利通過嘅話呢，就可以即場用交管12123去預約科目2、3嘅實操考，即係場地駕駛技能同道路駕駛技能。科目2呢，考嘅係繞樁、單邊橋同埋坡道定點停車同起步。咁滿分都係100分嘅，80分合格。而科目3呢，就係考起步、直線行駛、變道、通過路口、靠邊停車。滿分呢係100分，90分合格。咁科目2同科目3呢，第一次失敗之後呢，會即場俾第二次機會你。而科目2同3呢係連住考嘅，即係考試當日 pass 咗科目2呢，考官會直接叫你去科目3個考試開始位。但當然，如果你科目22次機會都肥佬呢，咁其實你都係可以去考科目3嘅。咁下次呢，就直接去補考科目2就得噶啦。咁去到科目3嗰個開始位呢，咁你就等考官宣布開始考試呢，就可以開始噶啦。如果科目2同科目3呢都順利通過呢，咁就可以當日即刻考埋科目4嘅理論考，即係安全文明駕駛常識。咁題目呢就有啲會同科目1係一樣嘅，咁當中呢會多咗啲安全意識嘅題目，都係以電腦答題。總共呢就有50題題目嘅。咁當中有單選、多選同判斷題，咁每題呢係2分，滿分係100分，90分合格。如果當日科目4呢都順利通過呢，咁就可以去宣誓等即場領證。以我為例啦，就成功增駕咗 D 牌，咁內地駕駛證呢就會由原本 C1 變成 C1D，咁 D 牌呢就會獨立計12個月嘅實習期，而 C1 呢就唔受影響嘅。另外要注意嘅係 C1 同 D 牌嘅12分扣分制呢係共享嘅，唔係單獨計算。好啦，考試嘅全部科目呢都大致了解咗之後呢，接落嚟呢就會講講駕校練車嘅安排，主要係去應付翻科目2同3嘅實操考。當考過咗科目1之後呢，就要上翻交管12123去預約翻科目2同3嘅考期。咁有啲時間呢會特別多人排。咁超過咗當日人數嘅上限呢，就會以抽籤形式去決定最終嘅名額。咁以我自己為例啦，我揀咗5個近嘅時間呢，5個都被通知係抽唔到嘅，最後揀咗個開放預約最後嗰啲期，就可以順利確認咗個考期啦。咁確認咗考期之後呢，就通知駕校聯絡人嗰邊去約練車堂啦。咁一般嚟講，操3至5個鐘呢就差唔多噶啦，可以按翻自己嘅能力同需要去約練車堂。咁佢一堂呢係1個鐘嘅，咁同日呢最多1堂。咁考前呢1日就可以操2個鐘，把握呢2個鐘去操練呢自己感覺最唔熟嗰啲項目。以我為例啦，我自己有大機會喺坡道起步嗰陣時呢就熄火嘅，咁我就主力去練呢 part，最後呢都冇浪費我特別去花時間操練呢一 part 啦。咁最終考試呢，所有項目都係一 tick pass 嘅。咁如果你駕校係上第一堂嗰陣時呢，教練呢會完整咁講解一次科目2同3分別考乜，而每個項目嘅技巧同要留意啲乜。咁我個人覺得呢講解得都幾詳細嘅，講解完呢就自己去練習，十分之自由。當然中途呢如果有唔明呢，你都可以隨時揾教練問，同埋呢教練有時見到你邊啲唔得呢，就會主動埋嚟個別咁指導。咁呢點呢，我覺得相當到位嘅。其實主要俾呢筆錢去練車呢，就係有架車俾你去操練，同精準咁學到當中唔同項目嘅技巧。不過最終成敗呢，真係好睇個人嘅能力同心態嘅。咁講到呢度，順便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因為我係嗰段時間裏邊最後一批考呢，咁考官呢就同我哋最後一批人走嘅。咁佢呢都有問到我哋係邊間練車，因為呢個時段考嘅，我眼見呢就6-7成呢都係我尋日同一間駕校練車嘅學員。咁我哋呢批呢就全部都 pass 咗嘅。咁考官呢都話我哋呢一批考試時間嘅考生呢，通過率呢非常高啊。所以呢，佢都好好奇咁問下我哋係邊一間練車。如果你都有興趣或者想報我同一間呢，可以同我了解一下。我當初報呢係899人仔喺深圳考。
咁而家呢，只需要799呢就可以。咁佢呢個價呢，就包練車加教練嘅講解，而報名體檢回執同考試費呢係自費嘅。咁如果順利一 take pass 呢，就大約1100人仔有找，就拎到內地 D 牌。但萬一唔好彩科目2或者3肥佬咗呢，都唔使太擔心嘅。只要你自費交翻個補考費，定好個補考期，你都可以重新同駕校約翻個補考堂嘅練車，係唔會另收費嘅。咁駕校練車呢，網上其實都真係一手一大把，咁可以按翻自己需要去報都得嘅，唔一定要同我同一間嘅。不過有一說一，香港補考呢，真係牽一髮動全身，要重新交政府費、租車費同學費，肉痛而且時間長。咁內地補考呢，最主要係要交翻一筆好細嘅官方補考費啦，而且考嗰陣時呢，其實有個補考機會，即係第二次機會。咁試題嘅成本都係極低嘅。咁我喺內地考 D 牌駕駛證嘅經驗分享呢，就到呢度啦。如果有啲乜嘢唔明或者想問呢，可以喺留言度問，我知道嘅都會一一咁解答大家。如果覺得今條片幫到你呢，記得 CLSS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最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下次一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。